Travel with Sherine 聯同速遊咪開箱位於巴里南部嘅 The Kirana Ungasan， 估唔到位於繁忙嘅地段都隱藏住呢一片世外桃源啊！喺呢度可以體驗超療癒嘅特色木屋，木屋嘅設計超可愛啊！屋頂斜斜地，有種童話小屋嘅感覺。木係建築同自然融合，溫暖舒適又放鬆，而且房間個 feel 真係超靚啊！你諗下，朝早起身睇到呢一個景色，心情直接升級到度假模式。行幾步路就可以去到泳池啦。同閨蜜度假旅遊就係要一齊曬太陽耍廢，每一刻都好超啊！再享用打卡必備網紅漂浮早餐。哇！你睇下影起嚟嘅畫面幾靚幾夢幻，早餐有多種餐點選擇，好玩健康又好食，而且呢一度嘅位置非常方便，附近就有著名嘅景點、餐廳同埋按摩店，見到呢條樓梯都唔使驚，熱心嘅職員會幫忙。姐妹們，下次知道 book 邊度啦！